最近直直爆出囡仔受到苦毒的案件，这嘛引起各界的关注托育的安全。在起到民团召开记者会，呼吁大家赶紧来制定儿童托育服务法，佮提出民间的立法版本，包括大家建立年母的违规记点，也佮有淘汰机制等等。因为卫福部是回应讲，行政院版本的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是已经送到立法院来审议，各界意见嘛拢会列入去做参考。托育要安心，儿童要安全。儿童法升级。几啊位民间团体代表甲立法委员19早起召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量早制定儿童托育服务法专法，以弥补托育服务保障不足的问题，佮提出民间立法版本。像即马居家托育费由地方政府审议，造成年尾收入低，对袂到物价已经出现欠定力。我们希望的其实也不多，就是至少跟最低薪资要一致，不要让劣币驱逐良币。民团提出的儿托法版本有6大诉求，包括希望确立法案价值目标。新增居家托育人员禁止事项，违规记点，佮建立退场机制，加强托育人员劳动权益保障，避免工作超时。应该普及平缓加原住民的公托服务，居家托育服务中心全面立法，佮保障居家托育人员收入由中央评定托育费用。爸爸妈妈看到这个保姆有不适当的行为，你会担心说你直接跟他说，那他会情绪上会不会发泄在你的孩子身上？由中心去扮演起那个这个专业的这个守护。对于一些要退场的条件或者退场的菜样，可能民团想的跟目前行政院的版本可能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。对此，卫福部社家署回应强调，各界意见拢会纳入参考。行政院版本的儿童托育服务法草案已经送到立法院，等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进行审议修法，期待台湾托育环境会当更加完善，让更加侪家庭甲儿童受益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